欢迎回到频道。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能关系到你全家人的健康。每天晚上在台湾急诊室里总会有一些病人，他们肚子痛、呕吐、拉肚子，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问今天吃了什么，他们都说没有啊，就是在家里吃个普通的晚餐而已。可是仔细一查，很多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炖饭里面有鸡蛋。鸡蛋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最安全、最营养的食物，怎么会让人进急诊室呢？在台湾，很多家庭每天都在做一个看起来很干净、很贴心的小动作，却有可能让一家人半夜被救，护车送去急诊。这不是什么罕见的意外，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可能就发生在你家里。我是一名从事医疗工作30多年的医师，这些年来，我在急诊室看过太多类似的案例。很多人以为把鸡蛋洗干净再放进冰箱是爱护家人的表现，但其实这个动作可能正在把一颗好好的鸡蛋变成一颗毒蛋。今天这集影片，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为什么看起来干净的鸡蛋反而可能藏着危险。只要改变3到4个小细节，就可以避免掉很多食物中毒的风险。拜托，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只要少听一段，你家冰箱里那一盒鸡蛋，下一个送急诊的，很可能就是你最在乎的人。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有上千件食物中毒案例，其中跟鸡蛋有关的占了不小的比例。更让人担心的是，在10个台湾家庭里面，至少有7个家庭正在用错误的方式保存鸡蛋。如果你家里有阿公阿妈、有小孙子，或者有慢性病的家人，这种错误的保存方式对他们来说特别危险。轻则上吐下泻、脱水住院，重则可能引发败血症。只需要10分钟，这支影片会教你怎么保护全家人远离毒蛋的威胁。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林阿姨今年67岁，住在高雄。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煮饭给老伴跟孙子吃。她对食材很讲究，每次去传统市场买菜都会挑最新鲜的。有一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准备了一桌晚餐，白饭、炒青菜、1碗汤，还有一盘金黄色的煎蛋。那天晚上，全家人吃得很开心，孙子还多吃了1块蛋。可是到了半夜，灾难就来了。先是林阿姨自己肚子开始绞痛，接着是老伴，然后是孙子，3个人都开始呕吐、拉肚子，痛到站不起来，最后只好打119叫救护车，3个人一起被送到急诊室。到了医院，急诊医师问：今天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林阿姨摇摇头，没有啊，就是普通的家常菜，都是我自己煮的，怎么会有问题？医生开始一样一样问：青菜是哪里买的？米饭有没有放很久？汤里面有什么料？问到最后，医生怀疑的目标指向了那盘煎蛋、鸡蛋。林阿姨很惊讶，鸡蛋怎么会有问题？我每次买回来都洗得很干净才放进冰箱的啊！这句话让医生找到了关键。医生请林阿姨详细描述她平常是怎么处理鸡蛋的。林阿姨说，她每次去传统市场买鸡蛋回来，都会发现蛋壳上面有一些脏东西、羽毛，甚至还有鸡粪。她觉得这样太不卫生了，所以每次都会用水龙头把鸡蛋洗得前干净净，有时候还会用菜瓜布刷一刷。洗完之后，她会稍微擦一下，等表面看起来浅了，就直接放进冰箱，跟其他食材放在一起。医生听完之后，轻轻地跟林阿姨解释：阿姨，你买的鸡蛋本身其实没有坏，
但是你洗鸡蛋的这个动作，反而让细菌有机会跑进去了。林阿姨听了非常震惊，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为了让家人吃得安心而做的事情，竟然变成了全家人住院的原因。这不只是林阿姨一个人的问题，在台湾有非常多家庭，尤其是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他们觉得鸡蛋从市场买回来很脏，一定要洗干净才放心。但其实，这个看似爱干净的习惯，正在悄悄地为全家人带来健康风险。你可能会问，鸡蛋壳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什么洗了反而更危险？接下来我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彻底了解鸡蛋的构造。要了解为什么不能洗鸡蛋，我们得先知道鸡蛋壳的构造。鸡蛋壳看起来硬硬的，好像很坚固，但其实它就像一套精密的盔甲。在蛋壳的表面有一层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保护膜，这层膜非常重要，它的作用就是阻挡水分和细菌进入鸡蛋里面。而且蛋壳上面有7000到17000个小孔，这些小孔是用来让鸡蛋呼吸的，让里面的气体可以排出去，但是水和细菌却进不来。为什么？因为有那层保护膜在守护住。可是当你用水去冲洗鸡蛋，尤其是用力刷洗的时候，这层保护膜就会被破坏掉。保护膜一旦破掉，那些小孔就会完全敞开，水和细菌就可以长驱直入，跑到鸡蛋里面去。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鸡蛋壳就像一件雨衣，外面有防水涂层。如果你用力刷洗雨衣，把防水层刷掉了，那这件雨衣就不再防水了，对吧？鸡蛋也是一样的道理。曾经有研究做过这样的实验，把鸡蛋分成2组，一组用水洗过，另一组保持原状不洗，然后把2组鸡蛋都放进冰箱里保存。几天之后再拿出来检查，结果发现洗过的鸡蛋蛋黄已经塌陷了，闻起来还有奇怪的味道，而没洗过的鸡蛋蛋黄还是饱满的，闻起来也很新鲜。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越洗越快，坏看起来越干净，里面可能越危险。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温度变化的影响。如果你把鸡蛋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常温下洗，蛋壳表面会产生水珠，这些水珠会让细菌更容易附着在蛋壳上，然后透过那些被破坏的小孔跑进去。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还继续再洗鸡蛋，再放进冰箱，那就等于是你亲手拆掉了鸡蛋的保护盔甲，让细菌可以自由进出。这样一来，你不是在保护家人，反而是在增加他们食物中毒的风险。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那超市里一盒一盒乾干净净的洗选蛋，不也是洗过的吗？为什么不会变成毒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地方。超市卖的洗选蛋确实是有经过清洗的，但是它的清洗过程跟你在家里用水龙头冲一冲是完全不同的2回事。在食品工厂里，洗选蛋的生产线是这样的：首先，鸡蛋会经过专业的清洗设备，用特定温度的水和专用的清洁剂来洗净，接着会快速烘乾，让蛋壳表面完全乾燥，然后会用紫外线消毒，杀死残留的细菌，最后还会喷上一层食用级的保护油，重新形成一层保护膜。整个过程都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进行的，有标准的温度、湿度、时间，每一个步骤都经过科学设计，目的就是要确保鸡蛋在保持清洁的同时，也能保留它的保护力。可是在家里，我们有这些条件吗？没有。在家里洗鸡蛋，通常就是打开水龙头，用手或菜瓜布刷一刷，然后用厨房里的抹布擦一擦，或者就这样湿湿的放进冰箱。厨房里的抹布、海绵其实都是细菌的温床，用这些东西擦鸡蛋，反而会让更多细菌附着上去。
而且我们没有快速烘前的设备，没有紫外线消毒，更没有保护油可以喷，所以洗完之后，鸡蛋就变成一个完全失去防护的状态。所以虽然看起来都是洗干净，但是工厂的洗选蛋是有完整防护的干净，而家里自己洗的鸡蛋是失去保护的脆弱。那么从传统市场买回来的鸡蛋，也就是一般人说的土鸡蛋、散装蛋，应该怎么处理呢？答案很简单，不要洗，但是要做好物理隔离。什么叫物理隔离？就是把鸡蛋放进有盖子的保鲜盒里，或者用干净的塑胶袋装起来，绑紧袋口，然后再放进冰箱。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蛋壳上的脏东西污染到冰箱里的其他食材，像是蔬菜、水果、熟食等等。很多台湾的长辈喜欢去传统市场买鸡蛋，因为觉得比较新鲜、比较香。如果你家里也有这样的习惯，那就记得准备一个专门装鸡蛋的盒子，或者一个干净的塑胶袋，把鸡蛋跟其他食物分开存放。这样既能保持鸡蛋的保护层，又能避免交叉污染。记住，干净的定义不只是表面看起来没有脏东西，更重要的是要用正确的方式来保护食物本身的安全机制。用错方法的干净，反而比不洗还要危险。现在你已经知道不能洗鸡蛋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正确的保存鸡蛋。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家冰箱里，鸡蛋是横竹放、竖竹放还是倒竹放？如果是竖竹放，是尖的那一头朝上，还是圆的那一头朝上？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但其实鸡蛋的摆放方向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新鲜度。正确的方法是把鸡蛋的盾端，也就是比较圆、比较大的那一头朝上放。为什么？因为在鸡蛋的盾端有一个叫做气室的小空间，如果把盾端朝上放，气室就会在上方，蛋黄就能保持在鸡蛋的中央位置，不会往上浮，或者贴在蛋壳上，这样可以延长鸡蛋的保存时间，让蛋黄保持完整。再来谈谈保存时间。如果是从传统市场买回来的散装鸡蛋，没有标示生产日期的，建议在冰箱里最多保存2个星期。如果是超市买的盒装鸡蛋，上面有标示日期的，一般可以保存到1个月左右，但还是越早吃完越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鸡蛋在冰箱里该放在哪？很多人习惯把鸡蛋放在冰箱门上的蛋架，因为方便拿取，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冰箱门是整个冰箱里温度变化最大的地方，每次开关冰箱门，温度都会上上下下，这样的温度波动会影响鸡蛋的品质，让它更快变质。正确的做法是把鸡蛋放在冰箱中层或内层，那里的温度比较稳定，可以让鸡蛋保存得更好。另外，我再教你3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煮之前检查鸡蛋是否还新鲜。第一个方法，用手摸蛋壳，新鲜的鸡蛋，蛋壳摸起来会有一点粗糙感。如果蛋壳摸起来很光滑，那表示保护膜已经磨损了，可能放了比较久。第二个方法，拿起鸡蛋轻轻摇一摇，新鲜的鸡蛋摇起来不会有声音。如果摇起来感觉里面有东西在晃动，那就表示气室变大了，鸡蛋已经不新鲜了。第3个方法，把鸡蛋放进1碗冷水里，如果鸡蛋沉在水底，那表示非常新鲜。如果站起来了，表示已经放了1到2个星期。如果浮在水面上，那就要马上丢掉，不能再吃了。我把这些方法总结成1句话、1个方向、2个时间点、3步骤检查，这样比较好记。从今天开始，晚上吃完饭之后，打开你家的冰箱，
看看鸡蛋放的位置对不对，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现在就调整过来。这个小小的改变，可以让你家的鸡蛋保存得更久、更安全。讲完了怎么保存鸡蛋，现在我要讲一个很多台湾人都喜欢，但其实最危险的吃法——溏心蛋、半熟蛋、温泉蛋。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拉面店里，那颗切开来会流出金黄色、淡黄的溏心蛋，看起来多么诱人，或者是早餐店里夹在吐司里面那颗半熟的太阳蛋，吃起来滑滑嫩嫩的，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我要提醒你，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阿公阿妈、孕妇、小朋友，或者是正在做化疗的病人，有慢性病的家人，这种半熟蛋对他们来说风险非常高。为什么？因为鸡蛋里面可能会有一种细菌，叫做沙门氏菌。这种细菌不只会出现在蛋壳上，有时候母鸡本身如果受到感染，鸡蛋从生出来的时候，内部就已经带有细菌了。沙门氏菌要怎么杀死？只有一个方法：高温加热，而且要加热够久。如果只是半熟，蛋黄还在流动，那细菌很可能还活着。对于年轻力壮、免疫力好的人来说，吃到半熟蛋可能只是拉肚子，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族群，像是长辈、孕妇、小孩，感染沙门氏菌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脱水，甚至需要住院。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败血症。有些人会说，我买的是标榜可以生食的鸡蛋，应该没问题吧？我要告诉你，即使是标榜可生食的鸡蛋，在运送和保存的过程中，如果温度控制不当，还是有风险。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家里有乐龄族、有孕妇、有小孩，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鸡蛋完全煮熟再吃。那种滑嫩的口感虽然很吸引人，但只要没煮熟，对乐龄族来说，代价可能是住院好几天。健康比美味重要，这一点请你一定要记住。讲了这么多，现在我要把所有的重点整理成一个简单的实践清单，让你可以马上照着做。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打开你家冰箱，你敢保证里面每一颗鸡蛋都是安全的吗？如果你不确定，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按照这个清单一步一步来改变。第一步，买鸡蛋的时候要选择周转快的商家，不要买那种堆在角落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鸡蛋，买完之后紧签带回家，不要让鸡蛋在外面晒太阳。第二步，带回家之后，记住千万不要洗。如果是从传统市场买的散装鸡蛋，就放进有盖子的保鲜盒或干净的塑胶袋里。如果是盒装的洗选蛋，就保持在原本的包装盒里，但要放在冰箱温度稳定的地方。第三步，放进冰箱的时候，记得把鸡蛋的钝端，也就是比较圆的那一头朝上，不要放在冰箱门上的蛋架，要放在中层或内层。第四步，煮之前，如果你不确定鸡蛋新不新鲜，就用我刚才教的3个方法检查一下：摸蛋壳，摇一摇，放进水里，看会不会浮起来。第5步，煮的时候，如果家里有长辈或免疫力比较弱的人，一定要把鸡蛋完全煮熟，不要吃半熟蛋。
不要只是看完影片就忘了。今天晚上就打开冰箱，检查一下鸡蛋的位置对不对。你甚至可以写一张小纸条，贴在冰箱上，提醒自己这几个重点。这些小小的改变，可以保护你全家人的健康。我们再回到影片开头提到的那个画面，急诊室里，一家人因为吃了有问题的鸡蛋，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如果只是改变处理鸡蛋的方式，就能避免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另一半进医院。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现在让我帮你总结今天最重要的4大黄金原则。第一，不要洗鸡蛋再放进冰箱。第二，鸡蛋要炖，端朝上放，而且不要放在冰箱门上。第三，保存时煎要清楚，散装蛋最多2周，盒装蛋最多1个月。煮之前记得用3个方法检查新鲜度。第四，优先煮全熟。特别是家里有长辈和免疫力弱的人，健康不是靠吃昂贵的补品，而是在每天餐桌上的每一个小细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能为你家多守住1份安全，请你按个赞，订阅频道，也把影片分享给你在乎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怎么把家里的鸡蛋从可能变毒蛋变成真正守护健康的营养宝贝。希望你跟你的家人都能吃得安心，活得健康。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